Sandra， 你創業嘅時候有冇踩過啲咩坑呢？ Hi guys, it's Sandra time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我可以講個故仔俾大家聽下。我以前咧就覺得揾合夥人或者合作公司咧，最緊要就揾咩啊？能力好、有資源，即係有客，或者係有實力，即係有錢錢。但係合作咗幾次，同埋合作咗幾間公司，慢慢有咗經驗之後，就發現其實揀合夥人或者係揀合作公司係同揀男朋友一樣嘅。第一樣要睇嘅並唔係睇佢個人或者佢公司有冇能力、有冇資金，因為呢一啲都係唔關你事嘅。如果揀合夥人或者揀合作公司嘅時候咧，必須要揀一個靠譜嘅人，向住解決呢件事嘅目標出發，一齊去解決嘅嗰個人，同埋揀一個遇到困難、遇到逆境嘅時候係可以同你一齊理性咁樣去分析個問題，先至係你要揀嗰個合夥人或者合作公司，並唔係睇佢嘅資源或者資金有幾多嘅。冇嘢嗰陣時，大家就可以和平相處，但係有嘢發生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知道呢個人靠唔靠譜啦。佢嘅資金、佢嘅資源、佢嘅能力都可以一啲都幫唔上你嘅。